6月8號星期日，沙田跑黃昏馬嘅，安排咗10場草地賽事舉行。今次係用獅欄作賽，頭場4點正開跑，田草獅欄檔位不拘啊，馬匹前置或者置中有利，長途流學搭都 OK 嘅。本台而家仍然未有呢個盈利廣告收入嘅，請各位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喺轉賬說明或者備註欄填入閣下嘅電話號碼。星期日有一兩陣驟雨，大家臨場留意下場地。馬會暫時係掛緊好地牌嘅。第一場5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2號聖多多做膽，布文騎134磅排第6位。聖多多5歲馬，嚟香港2季仲未贏出嘅，今季跑咗9次呢個田草1200米賽事，只係攞過2個第2，1個第3，2個第4。今次由4班降落5班跑，揾阿布文嚟幫手，可以穩位望贏。呢場係4月6號田草12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轉咗隻就聖多多啊，深藍衫有呢隻就一定超，中間勇闖高峰，外邊嘅威利非凡啊，最後100厘米加冠王依然係接先嘅，外邊追上嚟有一定超，中間勇闖高峰入邊銀河勇士贏馬嗰筆。第一場我要2號聖多多做膽，腳拖11號旋風飛揚，7號謙謙君子同埋1號美神來。第二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新出嗰隻杜月橋5號啊，潘頓騎嘅，呢隻新馬操到火紅火綠啊，諗住一出即搏嘅。配腳要3號手到齊來，6號你知我醒同埋10號威利非凡。第三場5班1400米賽事，呢一場睇好1號銳一，今季跑咗10場賽事啊，喺上場後上就攞個第3，最接近嘅啦。今次降落5班跑，再揾阿潘頓嚟幫手，我要穩位望贏。配腳2號志在福星，14號貝貝龍同埋11號有心意。第4場4班1000米賽事，呢場我睇好9號開心宇宙阿班德里騎啊。前一仗由阿班德里跑呢個田草1000米，後上攞咗第2啊。上仗轉咗人跑就跑得唔好啊，跑到第6。今次係俾翻班德里騎，應該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要4號準輝煌，1號江南勇士同埋11號長勝將軍。第5場4班1000米直路賽，呢場我中意1號武林寶典布文騎135磅嘅。上次係香港初出第一仗啊，一出即勝，輕勝對手1個馬位。今次繼續用翻布文，可以再贏一次。配腳14號東方福寶，4號不可擋同埋3號穿雲達月。第6場4班14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7號勁沙塵做膽，艾杜拿騎130磅排第6位。勁沙塵4歲馬，今季先至喺香港上陣啊，跑過8次賽事，攞過4次第2啊，都係田草1400米嘅賽事嚟嘅。莫學今次揾阿艾杜拿嚟策騎，希望可以打開勝利之門。呢條片係5月25號田草14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主要隻橙衫橙帽就勁沙塵啦，連續3場跑第2啊，成季跑4場都第2。咁啊，第6場要7號勁沙塵做膽，腳拖1號快樂高球，6號喬峰拖埋隻4號。同心同樂，歡迎免費訂閱 Win 加加，先按訂閱再按響鐘，到時有新片就會通知到你㗎啦。最緊要俾個 like， 同埋請我飲咖啡，多謝各位。第7場2班14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6號武林密碼。黃志宏啊，減多7磅，114磅啊，輕飄飄啊！武林密碼今季跑12場馬啊，
攞佢一個第一，兩個第三，最近一次跑過第二啊！睇下今日可唔可以同馬主起個孖。配腳2號勁進輝煌，3號飛鷹翱翔，同埋5號潮州精神。第8場3班1400米賽事，呢場需要10號本領輝煌，田泰安騎㗎。本領輝煌季初跑過2場田草1400米，一場跑第2輸個馬位，另一場跑第3輸4分3馬位。今次跑翻1400米賽事，應該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9號自力更生，1號神馳，拖埋隻7號江連80。第9場3班1000米直路賽，呢場我就中意2號超力量阿潘頓騎啊！今季出2場都係跑1000米直路賽，2場都贏晒嘅，一場喺4班，一場喺3班取得嘅。繼續配翻潘頓，可以再贏一仗。配腳8號精彩福星，1號英雄豪傑，同埋3號實現夢想。第10場3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可以8號小鳥天堂做膽，霍宏星騎124磅排第5位。小鳥天堂3歲馬，嚟香港只係跑過2場馬咋，2場都係田草1200米賽事。頭場呢就由頭放到尾贏出，第2場就孭到133磅，出閘留喺700位，翻到嚟直路一衝過晒啊！星期日就上3班跑就孭124磅，我睇佢都可以再贏一場噶啦。300米到啦，呢條片係5月10號田草斯蘭賽事嚟㗎，禮拜日一隻。紅色天珠珠嗰隻小鳥天堂啊！呢場孭133磅啊！贏咗馬就升班啦。第10場我要8號小鳥天堂做膽，腳拖10號魅影歌飛，1號營造組裝，同埋2號健康快車。連贏位置 Q。第1場2號聖多多，拖7號謙謙君子，拖埋11號旋風飛揚。第6場7號勁沙塵做膽，拖1號快樂高球，拖埋6號喬峰。第10場8號小鳥天堂，拖1號營造組裝，拖埋10號魅影歌飛。6環彩投注，6環彩第5場1號武林寶典，第6場7號勁沙塵，第7場6號武林密碼，第8場1號神馳同埋10號本領輝煌，第9場2號超力量。第10場8號小鳥天堂，三寶投注第1口。第3場1號銳一同埋14號貝貝龍。第4場4號準輝煌同埋9號開心宇宙。第5場1隻1號武林寶典4注飛。三寶投注第2口。第8場1號神馳同埋10號本領輝煌。第9場2號超力量同埋8號精彩福星。第10場1隻8號小鳥天堂，總共4注飛。本台仲未有盈利廣告收入，請各位掃描2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少無區嘅，多謝晒。下期再見。